我说了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您应该明白，您这样调查我，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如果不是跟郑楚有这么大的关系，其实我对你的私事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就是因为已经牵扯到郑楚，现在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不会牵扯到郑楚的。你肯定？那你可以在我面前发誓，你跟他永远不会有任何关系。郑总，我为什么要跟您发誓啊？我想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也累了，我想你也应该回去睡个美容觉了吧？这里好像是我家吧？貌似你才是客人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离开，而且不会跟郑楚在一起。刚才算我冒昧了，但是我希望你明白，有些事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走了就不能再回头了。你自己要想清楚。好美啊！美吧？怎么样？现在有什么感觉？有什么感觉？踩着这片土地，眼前是瀑布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如果能一直留在这里多好，再也不用面对外面的纷纷扰扰了。可是，人活着就是要面对这些的呀。想要活得自由自在的，那也得等你死了以后才可以。等我死了以后呢，我就让我心爱的人把我的骨灰打在那个雪山上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这种性格的女孩子，一定会活到变成一个老太婆的那一天。那我要是老太婆的话，那你就是老爷爷。唐老爷爷。老太婆。老爷爷。走吧。来。老爷爷来听我啊。其实你还可以啊，走了这么久，你都没休息过。啊，难道在你心里，我是个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啊？错，你弱，但是你不白。嘿，你在讽刺我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在这儿气喘吁吁的爬山，而你什么事都没有。那是因为我从小就在丽江长大，爬山对于我来说早就已经习惯了。这条路还是属于很好走的那条路，毕竟是人工修过的。像我小时候走的那条路，走在难走，基本上得手脚并用才能爬到那边。那我们就走那条路吧。你确定？走大家走的路没有意义啊，小秋，我想寻找你的记忆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
问你找谁呀？珊珊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是来家过年吧？住多长时间呢？来，快坐，你坐下。爸爸去给你做最爱吃的蕨菜啊。等会儿。别忙活了，回来。严小秋和唐明呢？他们去哪儿了？你也认识唐医生啊？他们去玉龙雪山了。玉龙雪山？珊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多待一会儿，陪我说说话好吗？你坐会儿。好，那我就陪你说说。好，你坐下。你坐下啊。我给你拿个东西。这件东西啊，是我天天都拿出来看。来，珊珊，你看，喜欢吗？这张啊，是那天去游乐园玩的时候，回来时候拍的，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那是我第一次去游乐园，我和严小秋还划了船，我们玩得很开心。对。可是回来之后呢？回来之后，你跟我妈大吵一架，你管她要钱，她不给，你就当着我和严小秋的面对她大打出手。还要我再回忆吗？我记性很好的。珊珊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我求你不要记恨我，好吗？我老了。老了就更应该明白，子不教父之过了。你的宝贝女儿严小秋，现在拐着我的男朋友去雪山玩了，你作为父亲是不是应该管管？唐医生是你的男朋友？不要再演了，难道不是你指使的吗？还有，如果当初做事那么不计后果，现在为什么要留着这张全家福？显得你很有情有义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从我妈带我离开那天，它就不是我的家了。要我说呀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不念着你，你也就别念着我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姐姐，游乐园好好玩啊，我下次还要去。只要珊珊乖，爸爸不是说下次还带我们去游乐园吗？那姐姐，我下次要去坐那大飞机，那大飞机。你没事吧，珊珊？珊珊有没有受伤？珊珊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好好走路，你老是蹦蹦跳跳的，不长脑子你啊？没事吧？有气儿你冲我来，冲孩子叫什么？整天就知道赌，孩子的事儿你关心过一次吗？怎么了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从游乐园回来你就把钱给我，怎么现在你说话不算话呀你？都是你们逼我的，怪不得我。
心啊！所以啊，这就是你从小来的地方啊。对啊。我埋头在那些奥数、围棋班的时候，真想不到你在丽江过得那么精彩、刺激的生活。不过我有一点是跟你相同的，就是不喜欢走别人走过的路。你不是也拒绝过你爸爸给你安排的工作吗？我也是。我小时候呢，只要一出门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：“小秋啊，那条路特别的危险，千万别走那条路。”可他偏说哪条路危险，我偏要走哪条路。所以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嘿，你这句话怎么听着那么不像好话呀？不过呢，还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我看着挺柔弱的，其实我胆子可大了。我妹妹就跟我不一样。好啊，你打我。汤明，汤明，汤明，不要来，我太重了。你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汤明，你待在那别动。相信我，我一定能把你抓上来。把手给我，快给我！抓住我！相信我，我一定能把你拉上来。小秋，你放手！我不会放手！你拉不住我！我不会放手的。小秋，拜托，放手！汤明，让我休息一下，我很快就能拉你上来。让我休息一下，让我休息一下就好，相信我。等我休息好了，我就可以把你拉上来了。相信我。哎！救命啊！准备上锁！快准备救援！快点，快点！没事。你确定吗？当然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真的没什么事。好，可以不去医院，不过我是医生，还是让我看一下。真的没事的，不用看了。小秋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刚才山上遇险，我让你松手，你不听我的话，自以为无坚不摧，是不是？是我把你带到山上的，我得对你的安全负责任。小秋，你以后不能这样。我不希望你为了任何人受伤，其中包括我自己。以后遇到危险的话，你要先保护自己，你听到了没？嗯。好了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可是，如果都不能保护好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人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
这么热闹，到底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？虽然这些粉丝是我们雇来的啊，但是有点太走心了吧？我觉得呢，有可能是被我们家果果的歌声真的感动了，路人转粉丝，哎，好事儿哦。哎，不错，要成功了啊！哎，你说果果是不是又能发新专辑了 ？Yes， but no。哎，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 ，Hurry to eat hot tofu。啥意思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知道吗？我这么打算的，先让果果呢用这种方式呢，再翻唱一点老歌，拓展一下歌路，到时候再给。果果，还新式唱法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唱的？对不起，大家稍安勿躁啊，听我说两句。你们的心情呢，我非常理解啊。你们可能一时接受不了糖果果的这种新式唱法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我要说啊，我们的糖果果呢是一名非常专业的歌手啊，他一直在寻找突破，希望自己能够转型，不去重复的唱那种傻白甜的歌曲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多给我们点鼓励，多给我们点时间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嗓子都变了，还出来卖唱，耍我们呢？滚出娱乐圈！滚！滚出娱乐圈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！哎，把帘拉上。这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点事对于我来说太小儿科了。果果，你呢，别太放在心上啊。我们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啊，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啊。哎，对了，方宁，就怪你刚才拦着我，你要是不拦着我，你看我不把这帮孙子打得不满地找牙！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太奇怪了，好好的一个粉丝见面会，怎么会混进黑粉呢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有人指使的，不然哪来的横幅还有鸡蛋呢？叶丽莎，你这个贱人！他不是怕我再回歌坛吗？我偏要踏出一片血路。果果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怕你啊。我们偏偏要把歌唱好，哎，我们就像大马哈鱼，对，逆流而上，越挫越勇。对，逆流而上，越挫越勇。什么鱼？大马哈鱼。大马哈鱼什么鱼啊？就是到排卵的季节，顺着小溪往大海里。这个排完卵之后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我们逆流而上，越挫越勇。气死我了！哎，写什么呢？情书啊？啊，哎，看。有，亲爱的果果，我是你的一名小粉丝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这冒充粉丝给果果写信啊？不是，不光是我写的，我发动身边群众朋友全都写了。你说写的五花八门的，写个几十封没关系，要是写个上百封，那就不好编了。组长，不是 Tony， 干嘛呀？你别总用你这含情脉脉小眼神看我行吗？我受不了。想什么呢你？躲开，躲开！就你那小脑容量，能干这么高智商的事儿吗？果果的粉丝群要很洋气，懂不懂？你看你写的什么呀？都是洋气，懂不懂？那怎么写啊 ？Dear 果果，哎，看着啊。哎 ，Dear 怎么拼？我也不会。废物，接点地气儿吧。亲爱的果果，我是你的一名小粉丝儿。干什么？双胞胎粉丝啊？去，
来过这边吃啊？嗯。哎，要不要在这边给你合个影？好啊。呀，我爸怎么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，我都没听见？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好。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呀？啊，你们回来了。他们呀也累了，回屋休息吧。小秋，你跟我来，有话要跟你说。家里好热闹啊，连唐明哥都去了。我的好姐姐，不打算邀请我去做客吗？哦，不对，应该是回家。小秋，谁的电话呀？没什么，爸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要出去一下。你有什么话，我们回头再说啊。喂，珊珊。珊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玉龙雪山好玩吗？你累了，我扶扶你；你累了，我搀搀你，想想就美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还在雪山上过了一夜呢，这雪山夜景，岂不是更美？珊珊，你别误会，我跟唐云没有什么，我不知道他会来找我，或许他根本就不是来找我的，也许他是来休假的呢。休假？他不来找你，他知道你家地址是吗？那是因为你是不是还想跟我说你们在酒店里住的2个房间啊？就算住的1个房间，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可纯洁了，就是一起盖着被子聊聊理想，谈谈未来，是吗？杨小秋，你知道妈走的时候最担心什么吗？她最担心你跟你那个爸学不了什么好本事。珊珊，你别这样说爸。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啊？他年轻的时候不就擅长那个什么嫌贫爱富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个什么赌博，妈不让他赌，他就又打又骂，最后还在外面勾搭什么乱七八糟的女的，我都懒得说。爸没有那样做。珊珊，你太过分了。先说我跟唐明没有什么，就算是有什么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我承认我这个姐姐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严小秋从小到大，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好，你说唐明是你的男人，那他承认吗？我看未必。起码我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你。严小秋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喜欢唐明，你就自己去争取，别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你这是要跟我抢男人了？唐明喜欢谁不喜欢谁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你就不怕我到家里去闹啊？那也是你家，随时欢迎你回家。再来点。茶味道不错，喝得习惯吗？嗯。怕你们那边人呐，对这个茶喝着不舒服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啊。小秋，那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有个朋友找我有点事情，出去了一下。唐医生啊，
你看咱俩喝着茶喝的，我这感觉胃里边空落落的。正好小秋刚回来，也饿了。麻烦你到路口那个小吃店去买点吃的。好，没问题，叔叔。那我先去买。那就劳驾你了啊。爸，我不饿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是珊珊找你了吧？是啊。那唐医生知道你和珊珊是姐俩吗？他应该不知道吧？他没有问过。不知道就好，不知道就好啊。小秋啊，有件事啊，只是爸爸，哎呀，就不知道怎么和你开这个口。你看我这，爸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小秋，你从小，爸爸就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你这当姐姐的，什么事都让着妹妹。你看，唐医生，能不能也让一下珊珊呢？行吗？小秋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爸爸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和珊珊在爸爸的心里同样重要，只不过是我觉得珊珊离开咱们这个家太久了，爸爸亏欠她太多了。爸，亏欠他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。爸爸不怪你，你说的没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爸，唐明他是人，不是物品。如果他真的喜欢珊珊，我无话可说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。但是唐明不行，我喜欢他，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跟拉什海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是我们人类破坏了它的美丽和宁静。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像爱自己爱人一样，去爱这片大自然，去爱拉什海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18岁生日快乐！好。哎呀，伟良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哥呢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工作上呢蒸蒸日上。哥，我现在已经是爱美的总裁了，还要蒸蒸日上啊？你想让别人没法干活啊？不过你让我身体健康，这个我倒收下了。对，身体必须要健康。哎，小苏啊，你是孕妇优先。哎，我说，
这寿星老还没吃呢。就是啊，今天是姑姑的生日，你怎么搞双重待遇？臭小子，你懂什么呀？现在我们这个家里啊，孕妇最大。啊，美玲，我这么说你不要生气啊。没事。小苏来吃吧。吃吧吃吧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还客气什么呀？郑主，我跟你妈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呢。哦，快拿！对，礼物。快吃蛋糕，吃蛋糕，小苏。哎呀，这个戒指啊，小苏啊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精挑细选的，你一定喜欢。不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，这小苏啊，这个呀，是我跟你阿姨啊特意精挑细选，是用我们的退休金买的。怎么样，你喜欢吗？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郑家的儿媳妇了。对，不是，你先收下吧。哎，对，这一家人了嘛，客气什么？来，哎呦，你戴上容易，摘下来可就难喽。不用摘的，小苏戴上啊！哎呦，真漂亮，戴上。哎，这戒指我真的不能收呀。为什么呀？收下。怎么收啊？不是，你说句话呀！你假装收下不行吗？我怎么假装？我骗不下去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事儿我们是骗你们的。啊？我跟郑楚根本就不是什么男女朋友，就是上下级关系而已。我是怀孕了，可是这个孩子也不是郑楚的。啊？盛总，谢谢你为了给我留面子，一直没有拆穿我。对不起。哎，小苏啊，馆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又是唱的哪出戏呀？你说呀！哎，你说话呀！他说的是真的，这个事情全部都是假的，他的孩子也不是郑楚的。哟，美玲啊，既然你知道他们的事情是假的，为什么你还和着他们一起来骗我们呀？什么骗呢？他要带一个女孩子回来骗你们，都是你们逼出来的。他要我帮他，我这个当姑姑的，我能不帮吗？叔叔阿姨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他就这样走了？这算什么呀？我陪你回上海。你是嫌事儿还不够大是不是？你赶紧回去，这事儿你爸妈肯定是最难受的，回去好好道个歉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？可是对于我来说，我已经很内疚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你跟我说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只是假扮男女朋友。可现在呢？现在的结果怎么办？谁来负责？我负责。你怎么负责？你拿什么负责啊？你什么你？你说呀！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旋转的世界里，要搬到地球。
干嘛？你放开！你干什么？郑楚，放手！郑楚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爸妈，所以拿我当垫背的。我不喜欢你，我为什么给你做饭？我为什么要承受公司那些流言蜚语？我为什么要带你这个购物狂回家见我爸妈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不要无视我的存在。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对你有没有感觉重要吗？我离过婚，我有个孩子。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说的是，以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爸爸。不对，你看咱们再倒一遍啊！我说的是，给我时间，我会跟他们解释清楚。以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爸爸，就是我爸爸。喂，我跟苏芒在一起呢。什么？姑姑晕倒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姑姑怎么了？他们说她晕倒了。那你赶紧回去啊！那你呢？哎，你快回去，家人比较重要，别管我。我知道了。孩子的爸爸是你。说好算话。我在上海等你。说话算话，不许反悔啊！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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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才回来啊？快来吃饭。喂，到家了吗？到了。你现在走到床边的矮柜，打开抽屉。你会看到一个笔记本，这个笔记本上我记了很多外卖的地址。你可以放心吃，我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。
到厨房的餐柜。我在餐柜里放了一些方便面，放心吧，都是非油炸零添加的。不过觉得这样你也不能多吃，只能解馋。知道啦。最后呢，去到鞋柜，你会看到一个黑色的鞋盒。嗯，看到了。打开它，里面有一张信用卡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不怕我乱花钱了？我相信你的。啊，这4、5天我还回不去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姑姑怎么样了？她得了乳腺癌。啊？乳腺癌？我真希望她是为了骗我回来才装病。她生病的事跟谁都没说，一直在撑着。别着急，肯定能治的。行了，我爸妈来了，先不说了。又给宋妈打电话了。不是郑州，你能不能懂事儿一点啊？你姑姑现在都给气病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谈情说爱？更何况他还是个骗子。不行，我告诉你，其他的事儿我跟你妈可以让步，这事儿绝对不行。如果他只是离婚，那倒没什么。可是他还怀着别人的孩子，这事儿我们坚决不同意。我喜欢他，我可以把他的孩子当成是我自己的孩子。说什么呢？当成你的孩子，那只是当，那毕竟他不是你自己的呀。对，你吵什么呀？吵什么呀？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什么时候查出来的？你们能不能一个一个慢慢问呢？我没事了，放心吧，不就是癌症，不会那么快死掉的。我本来以后想跟你们慢慢说的，真的没想到那么快就晕倒了。你看这，是不是把你们吓到了？我看不行，这样吧，回家来住吧。好在我们都在身边，还能照顾照顾你，你说呢？我们来照顾你。哥哥，嫂子，这个事情慢慢再说吧。对。你们先出去一下好吗？我有点事情想跟楚楚说。好。是不是姑姑把你吓到了？楚楚。你听着我说的话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要你接受爱美了吧？我怕姑姑等不及了。我不怕死，就算我明天真的死了，我今天依然可以跟你谈笑风生。我真的不怕的，楚楚，你不要这样。不说这些了，好吧？我真的不怕死，我就是怕我用那么多时间去打拼的那个爱美，一下子就没了。楚楚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帮我接手这个爱美好吗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，而且你一定会长命百岁，一定会闯过这一关。你就念在我是你姑姑的份上，你就答应我好吗？我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知道你一定会 OK 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能把它做好。
你一定可以把这个公司越做越好的，我知道你可以的。你答应我好吗？楚楚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，就是你跟那个苏芒，你们两个是没有可能在一起的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可以叫你爸爸妈妈去接受他。你现在不是，你是爱美的 CEO， 我不想人家再对你指指点点，你明白我吗？你明白姑姑吗？我都是为你好。而且，她肚子里面有别人的孩子，你知道的。对不起，姑姑，我真的很喜欢苏芒，我就想跟他2个人在一起，平平淡淡的过小日子。对不起。好，那你就抛家姑姑不理了。就算没有爱美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妈妈？你想他们看到你这样子，他们会愿意吗？他肚子里面怀的别人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孩子不会影响我跟他之间的感情的，而且我相信，我们也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这个姑姑就不勉强你了。我知道你爸爸妈妈一定不会同意，你再好好跟他们聊吧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姑姑很难受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事的，我没事的。唐明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珊珊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就许你来度假，不许我来这儿偷懒吗？你见到我不高兴吗？没有，很开心。我跟你说，丽江我很熟的，我可以带你到处逛逛。唐明哥，我知道你气我突然来丽江，可是那天晚上的事你忘了吗？现在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了。珊珊，唐明哥，你说过要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你就当再帮我一次。小江这2天看咱们没在一起，又开始骚扰我了。好，答应了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女朋友了。但珊珊，这不是个长久的事情，你不能一直依赖我，还有很多事情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啊，自己保护自己。珊珊，啊？什么？我说，假扮情侣只是一时之计，是戏而已，早晚还是会被人发现。你要想办法让他彻底死心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能过一时是一时吧。点菜吧，我都饿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家菜可好吃了，我经常来这家。哎，就是这个松茸炖土鸡，我看在啊，在这儿，这个好吃。还有一个什么来的？还有这个薄荷沙拉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抓紧时间玩，好多地方要逛呢。我只有1天假期，明天就该回去了。
你不是去出差了吗？大过年跑回来加班，什么节奏啊？想回来就回来了。公司都放假了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加班呢？放假多无聊啊！像我这种工作狂，生命就是永动机。对了，同样都是加班人，你。苏畅，哎，大芒果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你不是去绍兴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别提了，本来想好好过个年，被我搞砸了。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凭什么跟叔叔回老家呀？被他爸妈嫌弃了吧？我姐心情就是不好。我心情还不好呢。哎，没事吧？你心情不好不是有我呢吗？我陪着你。我你们俩什么情况？同居了？谁同居了？正在发展中。果果，你这一边想着正处，一边吊着我们家苏畅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谁让你把叔叔拐走的？你就得拿弟弟来陪，知道吗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我上位了，楚哥下位了是吧？上什么位啊？想什么呢？懒得理你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害羞了？没有，平时不就是这样吗？还没习惯呢。他平时这样啊？你当我傻呢吧？我不在的这2天，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，就是情，你懂的。我不懂，你把我的话都忘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怎么能把你话给忘了呢？啊，我懒得理你。干嘛呢？你把帘给我拉开，大白天的，注意点影响。懒得理我，我还懒得理你们呢，我。快点，唐明哥。您好，我是小秋，现在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。唐明哥，快走吧，都显示登机了，还满检呢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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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放手吧，我不会放手，你拉不住我。我不会放手的。如果你要放手的话，我就一直跟你待在这儿。